上好病院有护理师偷翕病患，甲犯人失禁流血相片传去网络，佮讲价，上好病院上当要甲开除。外国一份上新的研究，透早食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减少31%，建议一天咖啡饮食莫超过300毫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进前有一个网庆，是讲咱台湾有10外万人有中国身份证。即阵调查局查了发现讲，确实是有台湾人领中国身份证，也是户口名簿，已经送互内政部查处。若是在政部是讲，因收到的人数无90个人，一寡人是有可能会失去台湾的户籍、选举权，也有健保等等。网庆北京伫中国统战纪录片内底讲，已经有10几万的台湾人有领中国的身份证。最近这个话题引起关注。调查局目前查到，确实有部分的台湾人有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或者是居民户口簿仔，已经送交内政部以这款调查处理。内政部证实，调查局有意密函送到位，目前正咧访谈调查，人数伫10个人以下。都给他们10天的时间，嘿，那如果查明属实的话，就是废止他们的户籍。目前是陆陆续续在查证当中了哈，那少于10个人。刘世峰表示，调查局检举的名单有附身份证号码、卡号甲人名，会为户口徛的地点或者是出入境管理规则来处理。强调查证若属实，会通报当事人在地户政机关废止伫台湾的户口，那安尼就会失去伫台湾选举甲罢免等等的公民权，也有健保、当照的资格等等。不过原地责任甲义务，袂因为安尼全取消或者是免除。有的是，其实是我们台湾地区的人民哈，那到中国大陆去拿身份证的这种情形。学者分析，台湾的百姓若想要摕中国的身份证，一般会是因为亲人、经济、甲个人认同3大因素。不过，无排除中国会扩大利用这个手段来改变咱百姓的认同，降低敌我的意识。不过嘛，认为相关单位要主动查证有困难度。那如果是一般民众，他只是往来或者是旅游对岸的话，那他也取得这个国籍，可是我们政府没有办法透过一个机制去获得说他到底有没有取得对岸的国籍，可能没办法掌握到整个全貌。调查有5个里长去互内政部发现有中国籍，民政司强调讲已经请当事人来说明，依法爱伫就职进前放弃中华民国以外的国籍，若无就会依法解职。刘世峰讲，这5个里长拢集中伫台湾的北部。记者综合报道。上好病院竟然是有护理师偷翕病患，把这患者失禁流血相片传去网络顶悬，而且边啊，阁有配一寡讲价的话。上好病院即阵是赶紧开会讨论，相当会甲开除。病患倒伫眠床，身躯也有医疗器材血一直流，这种经常互人打上网。顶外阁写真正的血流成河。另外一篇文章阁打出病患大小便失禁，阁笑讲这是酒控下场。这样含的图文伫网络引起关心。这竟然是上好病院某一个护理师伫社群的公开大文。收到这个陈情案之后，马上展开专案的调查，跟护理同仁联系之后，也确认贴文是他本人。该同仁以为只要没有透露病人的一些病历资讯、样貌等等那些，就不会有侵犯病人隐私跟权利。经过调查，原来大部分是一个病房护理师，伫病院任职超过3年，伫去年10月开始打出病患的影像，1年外的时间拢无互人发现，一直到今年8月，病院才有接到民众投诉调查。护理师是讲想要记录工作，无想到造成麻烦。本局亦于今年1月9日接获民众陈情相同情事，那已立即函请医院说明。新北卫生局讲，护理师的行为可能触犯医疗法72条，持有病人病情也是健康资讯，袂使诬告泄露，违反的上当会当处25万以下罚款，甚至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还有护理人员法第28条，因为业务知影也是持有别人的秘密，不是依法袂使泄露，若做限期无改善，会有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另外，护理师护士工会佫讲，伊已经违反职业伦理。在我们的护理伦理规范第1项第9条就有明确的指出来，护理人员应该要维护照护对象的隐私，并且善尽保密义务。
目前双河病院紧急召开人评会讨论处罚，上紧明仔载会公布，相当可能面临开除。虽然这个护理师最近也因为私人的原因要辞职，不过院内嘛保留相关的注记，希望会当阻止类似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上新的全球上强护照排名，摕这新加坡护照是当伫咧195个国家地区唔免签证，所以讲伊是连续2年排伫咧第一。也若是第2名是日本。也若翻头转来讲，咱台湾是当伫咧141个国家地区唔免签证，排伫咧33名。这个排名是比去年进步2名。了无强领护照的柜台排队排到落长，真正都要到啊！袂少人会趁过年的时阵，规家伙仔出去旅游。护照要过期的民众嘛，赶紧来申请要换。日本有护照就可以过去了。要去德国当交换学生，然后那时候就有发现，同样是亚洲的同学比起来，我们要去邻近的国家都方便很多。根据行李护照指数公布2025年护照的排名，全世界227个国家甲地区当中，新加坡的护照以195个目的地免签，连续2年摕到第1名；日本是193个所在免签，摕到第2名。那第3名是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韩甲西班牙。台湾虽然是141个所在免签，排33名，比去年进步2名。不过免签的地区是减2个。那中国的护照敢若85个所在免签，排第60名。名次的变动，其实它代表的意义并不是那么明显。我们从2008年当时的一个免签国待遇只有54个，但我们现在总共有172个那个优惠签证待遇的国家，其中大概免签跟所谓的落地签大概有141个就我国的国际处境来讲，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成就了。外交部表示，签证待遇变动的情形会随时间调整。不过，咱国免签国家的数量会当伫咧全球的护照排头前坎，考虑的因素嘛包括国家的经济实力、甲旅游自由度。好用的程度嘛是一种国家实力的展现。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回来看。头起先来看到这屏东垦丁，过去是真侪人爱去佚佗的所在。不过最近这游客煞是哪来哪少，去年降到214万人次，原来比疫情的时阵加小看。今年打开始，到3间饭店要关门，也是休困。屏东县府就表示，因是甲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来合作，望是当改善旅游环境，恢复国内市场。接落来，咱来看这英国未成年若是要做散工，是需要2个法定代理人拢签名，头家才会当请。不过考虑到有一寡家庭因是较复杂，无法度摕到爸母的签名，劳动部即阵是宣布讲，只要1个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就当开始做散工。上尾来看即马日本甲韩国的流行感冒疫情拢咧压悬，为好保甲医界就呼吁大家赶紧去做防车。另外，针对即阵麻病又表示当咧欠货，为好保是强调讲，咱的群体免疫力还佫有够，唔免惊大流行。建议是将这疫苗留予医护人员甲有需要的人去做。接落来看国际消息，这美国加州的火烧山是因为当地正咧透风台紧急的强风，火势已经炭烧到6个地区，尚无是有2000栋厝烧了了，14万人撤离，5个人不幸死亡。这洛杉矶的消防局嘛承认讲，因是已经无能力通好控制火势。即阵连电影好莱坞也阁有洛杉矶市拢有所在着火，有可能是会出现美国有史以来上严重的灾情。南加州这场野火烧一天一暝了后，对卫星相片来看，太平洋、帕里塞兹、伊顿、阿尔塔迪纳等等火场，规涂骹拢红光光，空中嘛拢浓烟，主题区甚至看起来规片草火大，有够大扫的环境，加上上大的风速，来到每点钟160公里，高峰顶级别圣塔安娜强风直直口，车北火是一路路燃，一直炭烧到比佛利山庄和洛杉矶迄边。火场的名独行叫做是日头落山的大火，情形是真严重。This firestorm is the big one in magnitude. Hurricane force winds are usually accompanied by rainstorms, but these are hurricane force winds that are combined with extremely dry drought conditions. To provide context, at 10:20 a.m. yesterday, the Palisades fire was at 10 acres. 12 minutes later,
it was at 200 acres. 加州各级的消防单位已经全力出动，拢无法度阻挡火继续炭烧。有6个地区已经烧到规片火海，这种2000栋的建筑，和野火是烧到密密麻麻。电力工业重镇好莱坞、日落大道和洛杉矶市拢出现大火点，大约和华人真济的帕萨迪纳、阿卡迪亚，嘛拢伫个特地的范围内。We have experienced a tremendous tragedy here in our community. To date, we have over 100,000 people under mandatory evacuation. We've had 5 fatalities, and then we have close to another 100,000 people who have been warned to evacuate because they are in a danger zone. 火势是各急各猛，帕利塞兹的大火烧无到1点钟，唯一一条连外道路帕利塞兹大道，就互几百台汽车是塌甲满，有几十个人规汽车等咧用行的。洛杉矶消防局承认讲已经无能力来应付这种规模的火灾，野火的控制率是0，欠消防用水，社区的游泳池、水池的水嘛拢洪抽起用。Our house was estimated about 1.3 million, and now it's all gone. So right now it's not worth anything. And I'm pretty sure some houses up here are worth even more. And just to see them go in a couple seconds is really sad. 美国总统拜登特别是取消本地要去意大利的行程，和州长纽森做伙到圣塔莫尼卡消防局来了解灾情。伊讲嘛签联邦紧急命令，让联邦经费和资源较紧来投入救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前总统卡特顶个月29过身，美国总统的当选人川和伊的家后是去国会大楼致意。不过，真正拜登是宣布讲，全美国降半旗30天来哀悼。不过，这嘛拄好去卡着川1月20的就职典礼，这川就一直咧怨叹。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甲伊的家后梅兰妮亚，伫伊个前总统卡特砍国旗的灵柩前徛几分钟表达敬意。卡特伫去年12月29过身，享受100岁。伊的灵柩伫初七登去伊离开44年华府，设伫国会大楼，予各界悼念。这是拜登宣布全美国降半旗致哀30天，拄着川普伫20的就职典礼，到时阵可能会出现全国哀悼的场面，加喜庆的典礼夹做伙，引起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媒体讲出伊的不满，讲民主党因为安尼偷偷欢喜，讲民主党实在无爱国。How does it feel to be back at the U.S. Capitol, Mr. President? It feels great. Is your party on the same page? Couldn't feel better.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卡特的灵柩伫伊的儿女亲友予送下坐专机，为道宾斯空军后备基地飞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再佫由车队运送到国会大楼，予国会议员甲民众会当就近致敬。几多千个民众伫这2天唔惊寒风，专工来国会大楼向伊致敬。President Carter was the first person I ever voted for. I don't remember his presidency. I was too young at the time. I remember he wasn't necessarily looked on as the best president when I was growing up. 卡特连续3天的国葬天数开始，伊的告别式会伫当地时间初9伫华府国家大教堂举行。现任总统拜登会为同款是民主党的卡特致悼文，另外克林顿、小布希、奥巴马这个前总统甲川普拢会出席。根据了解，为152年以来，敢若差不多50个美国人伫圆形的大厅享有这种大礼。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是去互伊的亲小妹指控性侵，小妹甲告，阁要讨$75,000的赔偿。不过，这隔天阿特曼甲伊的亲人就随发声明，强调讲这个小妹是心理状况有问题，阁一直咧讨钱。OpenAI was founded on the belief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nearly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这是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2年前去国会参加听证，说明人工智慧发展需要监督机制的场景。阿特曼近年来因为推广开讲机器人 ChatGPT 真有名，不过伊已经伫高中的时阵就讲家己是同志。去年甲同性伴侣结婚的伊，说去互亲小妹安阿特曼甲法院控告，讲家己伫3岁至11、2岁时阵，也就是1997至2006年的时阵，互比大9岁阿特曼真侪个性侵
性虐待也甲好拍，造成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精神痛苦，也有忧郁症的伤害，要求超过75000美金，也就是代表247万的损害赔偿。加工阿特曼甲伊的妈妈以及2个兄弟，随伫 X 病台回应，讲这指控完全毋是事实。佮讲照顾面临心理健康挑战的亲人真困难，因为按拒绝传统治疗，这种情况对规家伙仔造成真大的痛苦。声明同时指出，亲人有按月予伊经济支持，毋过按阿特曼一直讨过较侪钱。阿特曼是伫2015年甲马斯克等人共同创办 OpenAI， 马斯克争夺经营权失败退出了后，阿特曼嘛伫2023年11月，捌因为理念袂下，互人开除。毋过几工后，又搁登去继续担任 OpenAI 的执行长。OpenAI 后来有微软支持，得到资金，目前当积极研发更较先进的人工智慧产品。去年10月，期待已经来到1570亿美金。阿特曼个人的身价差不多11亿美金。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真侪人是介意透早食咖啡，无食精神就无好。伫咧国外某一份研究指出，伫咧透早食咖啡的人，得到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会当减少31%。这食咖啡敢有遐厉害？敢要注意什么美角？咱做回来看。头先在食咖啡，毋但是精神较好，而且嘛会当消肿，较袂寒水。当中的抗氧化物质会当降低一寡流感的风险。而且咖啡嘛会当提悬代谢，所以讲有一寡要减体重的人都会食咖啡。毋过嘛要注意讲，有一寡人的体质，这咖啡食落是心脏皮肤彩。着急造心困袂落眠，甚至嘛有人怀疑讲骨头会有含烧的风险。毋过这点是也无有够量的研究通好证明。这咖啡到底是爱食偌济才袂伤身体？建议一天的咖啡饮食毋好超过300毫克。若是有心血管疾病，也是胃肠歹有心的，都要减少。At least 4 cups in the morning, but I never drink after midday. 对于真侪人来讲，逐工早起起来啉一杯咖啡提神是一件上重要的代志。即摆有上新的研究指出，早起啉咖啡使伫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无啉咖啡也是规工啉咖啡的人，佫较低31%。Say 1 in the morning, that's essential for my own survival, and then 1 now, and then 1 after lunch. Turkish coffee. Every day, maybe 10. 这篇伫澳洲心脏杂志期刊发表的上新研究，针对啉咖啡的时间对心脏健康影响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甲无啉咖啡的人比起来，早起啉咖啡的人，因为任何原因死亡的可能性降低16%，使伫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降低31%。啊，若规工啉咖啡的组别，甲无啉咖啡的组别中间，死亡的风险无明显的差别。Oh, there's a lot of evidence that drinking coffee is actually good for you overall. And so, no, that's completely unsurprising, the fact that drinking coffee in the mornings is beneficial for heart health. 另外，有专家指出，这项发现可能的解释就是下晡还是暗时啉咖啡，会扰乱生理时钟甲褪黑激素这个荷尔蒙的水平，因为褪黑激素分泌不足，甲血压欠管氧化、心血管疾病风险升悬有关系。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今年的美国消费电子店是有袂少互生活搁较利便的科技，亲像这科技狗会当陪伴失智的患者，互因心情较开阔。另外，搁有一款会当甲烧汤斗分互冷的小机器人，咱做伙来看。拍伫桌仔顶的机器狗真好奇，目睭闭紧紧死个看，甲懵的时阵，佫会摇尾。这款看起来敢若真的叫做 Jenny 的机器狗，是美国加州一个新创业者，为着要照顾失智的老母，去研发了真大心的设计。After she was diagnosed with Alzheimer's dementia, I had to take away her dog for safety reasons, and she was very unhappy with me. I looked around for substitutes for live animal companions. She didn't like anything that I brought home, and it was at that time I realized there was a very large gap in the market. 史蒂芬斯讲，这款机器狗对人甲摸含声会做出各种反应，特别适合去陪倒伫眠床，也是行动无方便的老人，而且失智也是认知功能有欠损的患者，常常会对某一种物件，亲像是乌蝇鸟啊，也是这种布狗啊、布猫啊，产生想要挖靠伊的情绪。这款机器狗会当帮助消透患者的孤单含糟心，暗算伫今年佫无偌久度的上市。另外，伫啉烧水含烧汤的时阵，若是惊下风烫到的人，会当来试一款拍伫杯啊，体型佫较细。
夫妇机器猫仔。业者讲，伫日本，惊少的人方叫做是猫仔喙齿，因决定以猫仔做造型。伊内面的世代电风有 AI 演算的能力，会当适度调整风力和频率，3分钟内调整到理想的温度。And also it's good for kids because kids are very heat sensitive, and if the parents help them cooling down by your blow, there's a possibility to for the microgerms, transmit to the kids. 这是用的科技产品，在今年的 CES 电子消费展顶悬，是成真侪人的注意，嘛，互人类的生活是更较丰富精彩。公司新闻张慧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